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硬。硬做动词就是用夹啊，或者是滴夹物件这个动作，像讲硬菜爱食啥物，家己硬去配。啊，若是做名词，也就是硬啊，像讲火硬，就是夹土团的夹啊。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拄则讲到硬啊，就是用来夹物件的家私。第二个词也就是尖嘴硬啊，五金行拢有伫咧卖，会当用来夹大细项五金的家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准备要去野外烘肉，大家就要先去买一寡食材，刷落来去大卖场买土炭，也搁有硬啊。想要家己做烘肉粿啊，嘛会当爱记咧炸尖嘴硬啊。若是需要用的时，就会当用得到，实在真利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硬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